再進一步吓，咁咧就到24節啦噃。當撒母耳指責佢嘅時候，佢有冇認罪啊？蘇羅對撒母耳說：我有罪了。第24節啦，我有罪了。啊，佢話咧，我因懼怕百姓，聽從他們的話，就違背了耶和華的命令和你的言語。佢話佢有罪喎，咁但係後邊佢解釋喎，佢解釋乜嘢啊？佢話咧，我因為懼怕百姓啊。嗱，弟兄姊妹，懼怕百姓後邊就會違背咗耶和華。嗱，你寫低落去啦喎。喺我嘅聖經裏邊咧，就睇到咧，我寫低下，懼怕人呢，就一定會得罪神啦。嗱，寫低下，懼怕人，你一定會得罪神，但係敬畏神呢，你會得罪人。你會點樣去選擇啊？嗱，我再講一次吓，從呢一句說話24節裏邊，掃羅有冇認罪？有，但係佢唔係全部真心嘅認罪。佢話因為咧佢懼怕人、懼怕百姓，以致咧違背耶和華，所以啊，你怕人呢，你一定會違背神、得罪神。嗱，所以頭先啊，記唔記得我分享過彼得、約翰啊？嗱，啲官長叫佢唔可以傳福音，佢話信從神唔信從人呢，你哋自己酌量吧。吓，使徒行傳4章19節。但係因為佢成長之後到5章29節嘅話，信從神唔信從人係應當嘅。嗱，留意啊，你敬畏神，即係話懼怕神呢，你會得罪人㗎噃。究竟你驚啊？你害怕得罪神定得罪人呢？嗱，想清楚啊！如果你驚得罪神呢，你就冇有怕。但係你怕人呢，你一定做一啲違反神嘅事情，你得罪神呢，後果係非常嚴重嘅。佢有冇認罪啊？有一半啦，但係佢唔係真心噶。